先多謝各位觀眾支持上回我哋講將軍澳區嘅巴士路線發展計劃，所以今次主委加碼，會講近年受大家矚目嘅沙田區。因為近年沙田區交通基本上可以媲美同樣都係災難級嘅南區，而今年究竟又發生啲咩事呢？我哋一於同大家一齊嚟睇下啦。原本好地地，依家又要打回原形。當初由主線分拆，另外開一條線出嚟做泥涌西沙路一帶嘅乘客，前嗰排取消翻再合併，去到今日重組翻，再還原去最原始嘅設定。咁可能某程度上亦暗示緊泥涌同西沙路一帶嘅乘客呢，係並唔能夠做係一條線。咁所以今年運輸署提出嘅計劃書入邊，咁 85P 同埋 87E 呢，都分別指出佢哋嘅運量過剩，咁介乎於呢個3成半至到5成左右啦。咁可以見到呢兩條線嘅載客量係並不符預期嘅。不過又咁講啊，87E 嘅改道詳情係十分之令人驚喜嘅。咁其實都曾經諗過，朝頭早繁忙時間直行眾安邨出市區，咁樣會唔會快啲呢？咁不過變相87E 開出嘅時間，去到公路就會開始塞車，塞到獅隧口，咁係咪真係會快咗呢？咁就留俾大家去辨別一下啦。咁從以上改路嘅詳情嚟睇啦，咁我哋可以總結出3樣嘢。咁就係第一就係泥涌一帶呢，就唔太多人搭呢啲特別線出市區。咁雖然有感應客艙去加持，咁但係都幫唔到幾多。而去到尾站嘅亞景台，咁只不過真係得小貓3-4隻。其實都亦可以真係做一個實驗嚟睇下呢兩個地方多唔多人啦。咁會話係犧牲少數人特快利益，去換取一個多客量大機會，會不減反增。咁所以呢次嘅改路呢，我係會抱有呢個正面嘅評價嘅。跟住就嚟到 81C 呢份文件裏面，佢所提到屯馬線通車之後嘅客量一直下跌，並且有重複路段嘅跡象。咁而所有嘢睇落去，其實都係字面意思。咁佢即係話俾你聽，我補硬鐵㗎啦，我先去1萬步。我 assume that 81C 即係同鐵路完全重疊。咁其實佢對於馬鞍山嘅人嚟講，其實都冇乜用。最實際嘅係 281X 同埋 281B 咧，係會做全日，咁而唔係不斷咁切牙膏式咁樣去陰啲減班，而跟住咧就做死條線，咁樣咧就搞到成條線都冇一個穩定嘅班次，而沙田區嘅死寂石門亦都淪為一個玩物。咁仲有喺運輸署嘅文件裏面咁就指出呢，咁時間表上面嘅安排呢，咁十分之令人迷惘嘅。咁想問下呢，咁11點半之前由尖沙咀返馬鞍山咁有啲咩車呢？咁喺錦泰一帶咁直情係完全冇車返去嘅。咁雖然呢，尖沙咀朝頭早都冇乜人返馬鞍山，咁但係呢，咁即係變相谷班人去搭87D，咁我唔知啦。咁但係咧有樣嘢肯定嘅係，咁就係攞條87D 咧做轉乘優惠嘅補償咧，咁叫做有好過冇啦。咁而佢喺後邊亦都提到服務改動之後嘅轉乘安排同埋替代方案咧，咁其實都睇到好多路段都有好多相關嘅路線可以取代到呢個81C。咁尤其係沙田區內嘅路段啦，咁其實有好多路線係替代嘅，咁足以可以取消咗條81C嘅。咁最後啦就要笑下個轉乘方案啦。咁世界花園去眾安啦，係叫人搭85，咁然之後喺瀝源啊轉 85K， 傻的嗎？咁原來世界花園班人咧係唔識行落去新翠搭小巴嘅，咁就係咁啦。咁跟住就嚟到 73H。呢條係今年沙田區數一數二嘅新線，咁個人呢就覺得呢條線嘅定位有啲唔湯唔水。咁根據翻運輸署嘅文件顯示呢，咁呢條線呢係為咗配合大埔北往來沙田區嘅需求而開辦嘅。咁其實係一個新思維嚟嘅，我覺得。咁佢就拋開過往一定要經第一城嘅思維。咁過往嘅思維呢就係想河東至城一線啦，咁正路就一定係要有一個人口密集嘅大區。咁理想當然就城河東最人口密集嘅大區就一定係沙田第一城。
而銀城街嘅天然道路網絡出現尷尬嘅情況，因為銀城街嘅燈位係唔襯上，因為同以前80年代途經沙月博嘅路線，都一定係行完沙角都會去第一城，咁因為嗰陣呢係得第一城係起好咗嘅。咁之後我哋轉一轉個畫面去沙田市中心啦。咁我比較好奇一樣嘢就係小巴公司係竟然會俾九巴開到呢條路線，咁而開正喺 W3個站隔離，仲要係到埋一條鐵隔離。而呢條線預計開通嘅時間會喺2026年嘅下半年，亦會喺今年4月頭開始會實施2蚊2折嘅車資方案。如果從一般乘客嘅角度而言，越貴嘅車資就會打咗2折，但依然會貴過另一個平啲嘅車資。相反，小巴就收緊13個8。73H 就收緊12蚊。喺呢個措施嘅加持下，如果我貪佢平，我就真係會搭佢。總結而言啦，咁總結一下佢個優點同缺點。咁優點方面咧，佢真係會快過73A 嘅，咁同埋優勢就係唔使轉車，符合到一班長者同埋有醫療需求嘅人嘅想法。咁咧就同埋就唔使得白石角都有一大嘅好處嘅。咁至於缺點啦，就講緊佢係收12蚊，就好似去沙田市中心轉東鐵咧去大埔咧仲會平啲嘅。咁啊對比其他交通咧，咁佢就未算係最密嘅。咁開始就嚟到啲重頭戲啦，咁就係86A 嘅捆綁系列啦。咁呢個喺我心中呢一個改動措施咧，係今年成個沙田區最精彩嘅。咁喺運輸署文件入邊啦，就提到3個要點會導致今次嘅重組，咁分別係往來沙田及長沙灣一帶嘅服務範圍大致重疊啦。來回方向途經獅子山隧道，同埋途經獅子山隧道之後將前往石硤尾、深水埗、長沙灣及荔枝角一帶；往沙田方向則由荔枝角一帶開出，經長沙灣、深水埗、石硤尾及獅子山隧道前往沙田一帶。運輸署亦落咗一個總結，就係大致重疊。相信呢個原因，亦都會係今次重組嘅導火線。當睇完呢一份報告之後，唔知點解就會有一種感覺，九巴同埋運輸署都想做死86C，將大圍嘅真空夾硬夾咗俾86C做。OK， 其實係冇問題嘅。如果你係想做死呢條線，我絕對唔會反對咁做。但係你玩都唔好玩班馬鞍山居民先得㗎。請唔該，可唔可以加密翻260C出九龍嘅班次呢？另外，為咗加強翻獅隧同埋長沙灣石硤尾一帶嘅轉乘網絡，86C終於肯喺獅子山隧道加翻個站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唔明點解運輸署嗰份報告硬係要話行青沙係一個快捷嘅出行選擇呢？資料顯示，286A 行嘅一段大概減少5至20分鐘嘅行程時間，可謂係斷章取義啊！而馬鞍山去到大圍一段，簡直係81C 嘅翻版，行完成個城河東仲要落埋大圍。咁我等車連環去到大圍嘅時間，286C 都去到荔枝角啦。條路線嘅缺點就即刻出晒嚟，根本就唔會有人再搭佢。最後再嚟到80同89B，其實屯馬開通都好幾年啦，有冇考慮過點樣重整巴士服務嘅資源呢？一啲過時同埋極度重疊嘅路線，其實係咪應該要考慮點樣處理？係咪應該要實施區內分段再重整區內資源？其實過往河東人口膨脹先開到好多巴士路線，依家人口又老化同埋鐵路又通車嘅情況之下，其實仲需唔需要一啲好多嘅巴士去服務同一個區域呢？咁89B 相對80嘅傷害會比較大，因為89B 嘅沿線都有鐵路同埋有其他路線重疊，途經嘅地區咧又唔係人口密集嘅地方，因此巴士公司會寧願集中資源去做好80，都唔會投資落去喺89B 身上。春秋都只等天地號令，鐵明誰能扭轉運程？誰無誰，亂局亦一樣人定，誰在散改？